在翻翻要方便一点。带着它的话，我有些这样走动幅度比较小。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喇叭，之前两个小喇叭是那个他说有点出问题了吧。这个就是立体声，反正那个收音的话就不存在，反正相机上面加上那个是专业的那个收音的话，手机上也可以，感觉都差不多。竖屏我就保证在这个手机上面。001到001等一段时间才来，他现在这段时间在考证，然后上班在考证，他利用那个时间多考一些证书。然后他的咖啡店现在也没管，因为他朋友在帮他，他们一起开的，他也没怎么管。然后曲张错在12月20号左右来成都，也就圣诞节左右吧，12月20号。前那个 GBR 的音响效果好，但是还拿那个这边牵电源线才行。那个音响很重，音响效果也是最好，好买成8000多吧，8000多，将近9000块钱。这个音响效果就2-3千块钱，标价是1990块钱，但是实际买的价肯定便宜一点。它要组成2个，它现在音响声音朝另外一个方向的。这边就稍微听不清楚。哆啦错、扎西曲针、带中、老六、8堂曲针。8堂曲针它比较喧哗，我就给他送了那个一匹小马那种，盒子装的那种。本来我今天不是去商场的找那个其他的那种喧哗，我给他视频看，他不喜欢。最后说满天星呢，他有点想答应。后面我说还有一种，不是以前送的是另外一种，我到发店去找给他，然后他说就要这种。17还要没来呢。今晚上送17，朵儿、拉错和那个曲针，4个人，就是台湾朋友龚先生，前段时间他来成都的嘛。这条不是好多，二座。今天顺治前台
想太宽了，啊，手指想好宽哦。前星期4的嘛，哦，是不是都限行了，都不来？咋可能？戴帽子这个是杨雪儿，是不是？杨雪儿，这边是小罗，然后罗桑、罗福、安少爷，这个是强巴大叔。这个歌好听，这歌好多好听的，真的太多了。跳歌装的说1000个，说是几百首，他们说上千首。今天有点怪哦，就今天我的视频居然没卡过。他以前每天，哦不是每天，是每次要卡，几分钟卡一次。3号组，明天应该我要去青阳宫给那个市区拉错送东西，送鲜花嘛。明天星期5的嘛。看一下有哪些来。今天面积很宽哦，人比较，其实早是满了，但是感觉一点不挤。这个帅雍真吗？看个子比较高，应该是雍真。看背影就知道了。高东修现在名字改名叫翁修，他的抖音号有2个，一个以前叫高东修嘛，单独注册了一个账号，就叫翁修。
天我重放的是小罗的生日派对。我也有那个饼干。哦，对，他们胸前那种不是，现在已经换了新的。我们是以前蓝色那种，他们这个是新的，这是苏拉老佛，苏拉旁边是嘎罗修、罗桑，这个是丘吉，丘吉尔的应该永吉回来哦。后面是谁啊？后面穿白衣服的那个曲珠吗？哦，玉珠吗？哦，是曲珠吧？那边还有几个没来的，不是没来，没跳舞，在旁边直播的。都在德国两姐妹都在那边，还有拥儿那些。丽丽、17两个都在一起。
这两个一下就变高了嘞，特别是丽丽。这个新歌。这是谁？你认出来没有？刚刚穿白衣服，现在换了那个衣服了。女主刚刚穿了白色的衣服，跳舞很热，很厉害。瑶瑶来了，只有曲珍在最前面，他们4个站在一起最好。以前瑶瑶也是团队的，现在他自己还有他自己退了，他是抖音惹的退了，粉丝那乱说，然后这个瑶瑶就直接退出了。真的是真真。真戴个帽子都不认识了，我以为是阿布呢，阿布那个身高又不像这么矮。
笑嘻嘻，往外面压一点嘛。上去针，后面是扎西去针，这带中过了后面是永针，哎，永针后面过来就是，这没穿那个穿便衣啊，礼堂走马，然后是杨秀儿小罗。我是扎西，这扎西后面是灯枝，我感觉衣服都湿了嘞。后面那个是江春，这个是秋吉、罗桑、冬秋、吴京、温真，后面是拉，然后是丽丽、瑶瑶，黑不是瑶瑶。8趟取针，他们怎么站在一起了呢？哎，这4个站在一起了。这儿来2个，都给我2姐妹，江阳王不儿，啊，当然不，穿黑衣服那个是当然不。清臭，依稀走马。西饶成立那个队伍叫啥？他根本不用成立，他以前那个罗马的就相当于是他们的。那曲真没来今天。
喂，拿进来嘛，拿进来嘛。好，你先说那个嘛，先说那个。还续吧，这个啥书？就等着嘛，等着，他马上过来，等一下啊。他过来了吧？不用等了，马上跳过来了。我这儿来这边徐峥的，徐峥。我要照一下。哦，这边，这个，你看那个人嘛，这个。哎，这个。这种啊，我们说的，这个是你的，是啊，你帮我放到里面。徐峥，有点比较有意思的噻，这种。好，它也比较鲜花的嘛，这个是巧克力那些。哦，适合一些这个。哎，巧克力，就要过节了吧？万圣节。吴京说的啊。今天薯片还可以，一直没卡是吧？这是买鸡吗？双蛋炒。小拉炒。啊，17啊，这边这个，哎，就他这，他没衣服这个。就这边这边。Hello， 好，没事。还有其他2位，还2个人，还有曲珍和那个豆儿的。鱼煮这儿那么早哎，我以为他等很久才回来。哦，对，应该说的就是豆儿和那个拉扯的。有4个人，还有17和徐峥。
就是新的歌哟。哦，不是，就老的。多少第一个？哎，就是那个，这个。他来看直播，他知道，对啊，对的。是那个台湾朋友翁先生。是拉娃吗？娃娃。现行了，车都没，哈达全在车上了嘛。哎，下次送吧，你取真让我不要送哈达啊。哎，这个是谁？哎，他们3个人嘛。拿错的绿衣服，绿色，哎，绿衣服的。洪先生的，你知道洪先生的？哇，那个送的可乐，全送的可乐啊！啊，谢谢小李哥。上头东北上西上了车哟，上西上了车哟，伸手干么上个就上边哟，上个就上边哟，人家人么上了一个丢哟，上了两个丢哟。常卓玛、雍真，这是杨旭儿，戴帽子的是杨旭儿，还有小罗。
啊，这个是送给谁的？你们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子。朵儿吗？朵儿那是谁？先送给灯子。这里吧，这里我们领队礼物给他。不是，先是灯子，先到灯子吧。好的。然后我就在啊，对，先到灯子嘛，灯子嘛。刚才我就把你过去，你的好啊，是个团队线吗？他们先送灯子，送花也送个灯子，然后再送给。帮助，姐姐，你好，你好，谢谢。灯子的干妈。灯子的干妈。前面还有一个了，这边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前面。我眼睛不好，眼神不好，不好意思了。我在这吧，我跟你指了啊。终于见面了，灯子的干妈。对，雍正。我今天没带哈达，哎呦，靠啊，给他说一下。礼堂桌嘛。杨秀，小罗。灯子是误差哈达。罗桑。我是灯子的干妈。灯子的干妈，干妈的，干妈。亲戚。翁修，秋吉。秋吉。这个灯针。团队就完了。这灯针。灯针。团队就完了，这里完了吧？然后就团队别的谢谢。哦，就是要钱。坤哥。谢谢。小李哥。好，谢谢。我干妈。我知道，李哥说了那个。网络又有问题了。
是了。还放一半就不放了，是社保吗？没懂得，生涯的路啊，上去哪怕么干的哩，哦，真是那等你家呀的哩，生涯的路啊，上去哪怕么干的哩，哦。真是那个邻家呀的哩。我这才没看这人家呀，来那么做的没办法。嘛那咱这米穷着呀，慢慢是你放纵的着，像呀的路啊，咱的技能特别个的哩，哦，这些那苏万达的哩，像呀。la la căng trừ dương đài kêu tay mơ mơ sẽ đổ miền đài sông làm ra má mới cha căng đài dương luôn luôn đẹp để mà thôn ra sông ya đi lúa
梗。他那个没给你拿过来，没开车，先行，搞忘了。给你们。太小了，跳着跳着打人了都。哎，那么宽了嘛？这么宽的一圈，那么大一圈的嘛？前面我们又站不进去呀，又不敢站呢。前面我们团队在这里呀，到中间最不好受了。有几圈的嘛？2圈多。没有了。
你莫记死了吼，干死了记死了，干死了记死了，得走长短的哟，干死了，长大看着扎西记死了，干死了记死了，干死了记死了。我当时你们戴帽子都没认出我有纱布的，因为高度，我就一看高度没得嘛，没有那么高啊。哇，这个阿婆没来，阿婆没来。这个
有一点经典，这首歌曲很经典。噔噔噔噔噔，来来来，我想跳。喝水噻，那不是有那么多水吗？啊，水啊，哦，可乐，喝可乐。这洗脑是不是自己洗脑一块了？他们那边没跳过。他们自己门口跳嘛？不知道哎，不知道哎。够够了。没带，今天我想带的，我觉得我要下行了嘛。啊，这下行又不方便，你没带它。哇，晓得我。不带它。去跳噻！你没喝可乐吗？你喝点冰红茶。这个有点长。
的搞那个都是网络不好。别排了，起头1个来小时都没得了。还同一年的。这起码人多，有人多了网络就不行。有可能跟人多也不一定吧。不，应该是个原因。这个电信，这个也电信的，一个北京电信，一个成都电信，北京电信还好一些。还是新歌，新歌。最后一个吗？随便放嘛。你看他们都跑过来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对，我跟他们讲一下都过来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呀。你这竖屏吗？我得搞同一年了，网络不好，视频。我那个视频随时要卡。就今年还可以，今年它实在是同一年了，早就才10多分钟。之前那个突然一下就那个自动跳出去了。视频没什么能看。都喜欢喝可乐啊！他们家每个都桌子上摆满了，全是可乐，橙汁啊、可乐、红油啊、冰红茶呀那些。网友送的，台湾网友送的。他之前来过的，前几天来了一次。啊啊！哎，那个小胖子，他生日还没回的，他是11月10号的吧？对呀，我不晓得，他说的邀请你。我晓得他给我发个消息，但是他没确定去不去。你去不去？我不知道哎，那个现昨天晚上10号不知道。他给清楚。还没选好啊？昨天晚上他说洗澡答应了，清楚答应了。到时候看了，我不晓得排班还不知道。啊？还不晓得晚上就上课咋办呢？今儿你耍不耍？只能耍10点多就回去了嘛。啊，你不是他们那个过晚小弟不是每天都开的车过来？没有，今天限行。今天行了。啊。你坐地铁过来的吧？我打车过来嘛。打车过来。坐出租车过来的。主要坐地铁要装哈。没有，几分钟就青石桥了嘛，好近嘛，2.3公里。那时候。我移到那边来住了啊。啊，我住市中心了嘛。
原来在那边的嘛。青石桥一直是中心的，春熙路那儿，哎，10号少就我不晓得，他我耍的。整不起了。下个星期，今天11月还有10多天，还有12、14天嘛。星期天，但是我不晓得排班是不是哪个，还不知道哎。说反正去的话，我也只10点半左右就。啊，李老师，我发了微信的。好，刚刚说的，我还没决定的嘛。那么要上课的话，娃上课早点走，10点半就要走。10点半就要走。知道吗？没看啊，根据咋洗过身？你不晓得吗？我没跟你说嘛，你不晓得？我不知道。羊啊，鸡煲、鸡肉羊啊，还有5号生。不知道，我们这里面的。他娃娃的我也可以。他娃娃，是不是娃娃领我不是啊？又是炸西，又是炸西。新歌。新的了嘛？台湾那个朋友在哪个的？你见了不得？这个恭喜喽！饼干来了，饼干来了，饼干来了。饼干拿过来。好看。要面包，面包。面包，面包。今天调啊，今天调，明天调啊。好，不能玩。面包，面包，面包。面包交了没有？喂，咋那么多人呢？这阿如，真。
收费的，我要收费，他们收费的。这包包都没拿，这旁边有傻孩儿那个啥花花呢？没带，这么个钱。哎呀，他有点咳嗽。没带。哎，今天中午我要吃的，今天早上我吃的有点多。主要我要吃菌干儿，吃杏子那些，晚上就没给他煮那些。这就是他有点咳呛东西，他吃了狗粮呢，含的太多了，就吐出来东西就吐的那个狗粮一颗一颗的，晓得嘛？然后我就没带，我想不带它了。以前我们的狗也是，它一吐就是那种呛到了，刚刚吃吞进去还是哎空的。在旁边就耍吗？旁边去玩嘛？啊？粉色的，粉色的。他们是有拉错，去诊的是那种小马儿那种他要的，他因为他不要花，他选的噻，选的那个选巧克力，巧克力每个人买的100多块钱的巧克力。你说的吗？台湾朋友帮我送的，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啊，是不是那个是？那是做眼镜儿。不是，那是香港那个。台湾的。那个拿瓶可乐，他不渴了，拿了瓶可乐喝。啊？啊？狗狗那个是去诊的，他要那种的嘛。干嘛？去诊的那个狗狗。打针啊，是吧？发了嘛？发分儿。发。你把东西拿回去不？我去吃电瓶车，你把拿走。我去那边。他那个比较特殊，单独的那种。再骑过去。好，放到包包里面嘛，插在里面。我先放到你的。好。早的一把的索拉就结束，那么些的可乐索大兄弟，提前就家呀索把比你索，老有几笔嘎扎拉索的。老有几笔嘎扎拉索的比你，哦，这人的小路擦出去去。这些的嘎巴索拉别接，说这只不给都得了索拉了喂。也俺当美丽，说你那就说对方真的个家说家开哟，对方真的个家说家开哟。对比说没东西比给那用说，娘的说家的当他们穷逼着，他的说那么我比给点点的，吃了说家去比比给他同意，比没东西比说那用说，说娘的看的当他们说就。Hadi lama morbi so de so chulu ya chu baby so ga koi chulu ya chu baby so ga koi 走进来坐了。哎呀，手操真是错了又。错了，我们看不出来，他自己在屋里看的。看不出来。对呀，他觉得错了。他们跳舞的晓得噻，只是我们看不懂。他们都看得出来。我每个跳舞都知道。看不出来啊。想都绝了。早的一把的索拉就结束，那么。
주차려야 소바비니에서 로요 집이가 자라서 대비니 로요 집이가 자라서 대비니 오 때는 디샤브로 차타 죽였어没时间了，该打车。 그체세디가 와서라 베지에 선지지 공기 누가라 소가요비 用红利输出给 그게나다 매이 선이 나죠 두번 준내 그자 소차게요 두번 준내 그자 소차게요 비비 소매도 집이나 용소 양들을 쏘가디 당당 준비제 하지 소나마 모르비기 딘딘세 칠로 소야 죄배비기다 님의 도체비 소나요 소냥들 갖기 당당 소초비제 하지라마 모르비 소대데 소칠로 야 죄배비 소가토이 칠로 야 죄배비 소가토이 好好吃的，没见呢，没见呢。我这，你的手机。就不晓得哪去了，中间的人。 저대이 바기 서랍주지에서 너새끼 걸어서 따효비 이제 주자르여여 소마비니에서 로요 집이가 자라서 로요 집이가 자라서 대비니 오 때를 디샤브로 차타 주셔요 그체세디가 와서라 베지에 선지지 공기 두가라서 가려니 그게나다 매이 선이 맞춰서 두번쯤내 그자서 차게요 두번쯤내 그자서 차게요 비비 소매도 집이기나 용소 양결을 쏘가디 당당 준비제 하지 소나마 모르비기 딘딘데 칠로 소야 죄비기가 도이 비비메 도체리 소나요 소냐별 갖기 당타라서 준비제 하지라마 모르비 소대는데 소칠로 야 죄비에 소가 도이 칠로 야 죄비에 소가 도이 가장단을 돈이 소가성이에 소가동단에 생기에 소가동이 땡들은 단다서 서워매게이에 소야지 통카라세 나라손단다이 야지 통카라세 나라손단다이 끝에 소문 너무 용로 이술체 노동 소리라로 얘기 이수조 라로 소탐스가 준비 단가로 소 야지 그체만 너무 용도 서이스제 손도 동지바 거기에 손기서쳐 랄럽 탐스쯤이 소다가소 서야지 총카란다네 소가비스 야지 총카란다네 소가비스 야지 총카란다네 소가비스 다시
学开始了。又上来一坨人。哎，我刚才给你拿的，还有皮可乐的。有放里头吗？这儿有。哎，这个。哎，你是个人把油说啊？家族朋友们一生一世幸福平安，去个把油说，长期甜甜，不认输，是的，要说一下嘛。看的美女，漂亮是漂亮，精神丽丽，家人们朋友们一定要点关注啊！梅朵朵他们老师那个几个的更高。你说到底，除了他们几个哪个的点击率最高？17哦。是哪个？17。青春丽丽应该第二噻。曲真应该第二吧。真，反正在我们频道里面最多的是17。曲张错。排第一。小妹妹。哦。小二点1。勇气。说的投诉了。所以我才来这边。所以我们那个。青春丽丽啊。晓得了。小李老师要不要去嘎？我明天去。明天去哇？明天给市区拉错是吗？哦，不在了吧？哦，跳不成了嘛？你还是明天去。找谁呢？在江西会。哦。在农业厅那边。农业厅那个。扎西曲作。必入的。就是比较老的歌。
倒数出去点儿。要完美走点儿。才才的嘎哇索拉贝吉，上几只公鸡都可拉索拉表喂，可也俺当没一少年马脚，说头往正来更加说恰开哟，头往正来更加说恰开哟，对比说没东西比给那用说，娘家的说卡的当当丘比真，他的说那么我比给点点的，吃肉说呀。里面都切比说那有种，说娘家开的当他说丘比真，他的那么莫比说点点的，说吃肉也去白比说个同意，吃肉也去白比说个同意。可以了。这17跑那边去了。这个样子吗？不是，第一个家长的那同意说家长意，说家东的那山地说家同意。一个人家是说我们的说家去中国的山那说的家意，家去中国的山那。开始了吗？可以了。先往哪一边啊？先往哪一边？我今下午才看的视频啊，我才会第一个。你再看他哪一边？这样子。这边。可以了不？
等你去说一下。好，开了，开你路了哈。不要把我叫进去吧，我第一个不会，我下午才会。没什么。没事儿，你反正在后边了。别人看不懂，看不懂，别人看不懂的。我来点。就不用过去了吧？已经开始了，开始。昨天一把的说那就结束，我们谁的可能说大学的，提前就家的样样说嘛的你说，我有几笔嘎扎拉说的。lo yo ji bi ga tsara so te bi ni o de ne ti ha pro tsa ta chu kyo kyo ko che se di ga wa so ra pe ji so ji ti tu ki du kara so ga yo vi也俺当没一说你妈就说指望真的更加说恰给有，指望真的更加说恰给有。拖回去就完了，好简单嘛。上点心嘛。抓着我报警，抓人。好，开始了。我要求太高了，我下午看见面试没他必须让我考昨天一把的说那就结束，我们谁的可能说大学的。提前就家的样样说嘛比你说，我有几笔嘎扎拉说的比你，我有几笔嘎扎拉说的比你，哦，对对对，下不差他就叫叫。才才的嘎巴说拉别急，上几只公给都给他说拉表位，可也俺当没一说你妈就说头往真来个家说家开哟，头往真来个家说家开哟，对比说没东西比给那用说，娘家说卡的当他去比真，他的说那么我比给点点的，吃了说呀。你说那样做，说两边看的当他们说就比真，他见了满波比说点点的，说吃了也去白比说个同意，吃了也去白比说个同意。上的那同意说个上你，说个东的那山里说个同意，点着的那是上我们给，说也去中科的山那说的大意，也去中科的山那说的大意。各自说们那么用着艺术去，我懂说你那多一个艺术中，然后说他这个真没他干的错，也去说。咱们那么用着说一时间，说着东西把道理说一时着，来了他们这真没说大家从，说也去中看的那说个为是，
去冲开了奶奶手干为事，也去冲开了奶奶手干为事。太阳照那长爬落地，人当我在地，太阳照那长太阳照那长呀，是高位刚讲，是许多人，到是我给你的。边开始了。那就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开始了。就是家属的女朋友，古筝。有多少人呀？你现在就见到了噻？不见过，我去年在体育馆儿，你记得吧？记不到了，我记不到了。你在体育馆米线店跳的，你记得？记不到了吧？就记不到了噻。你记不到了？我们在体育馆跳过的。我是记，但是你才。在体育馆见过，在体育馆见过。我见的也少了。他一来我就在上班。8月份也来工作，7、8月。哦，你不在？你看啊，走呀，是高位刚讲，是许多人，到是我给你的，是世界，他是肉比让当，是我杀的，是洋场那场，是出猪油，他是肉比让当，是我杀的，是洋场那场，是出猪油是那场，是出猪油。那样说可以眼看的，那样想那话你那走，那样说可以眼看的，那样想那话你那走。对，我也不认识就是。那样想那话你那走。
这个是谁？这他们他我8月去了，这个他是女朋友啊？对。啊。吴真。女朋友叫啥名字啊？吴真。女朋友名字啊？吴真。那普真呢？吴真走马嘛，吴真。没有，我不懂啊。没吃了吗？你们？不能。不能真的。就这，没给人评分的，我买了400多块钱的，4个人。对。这个应该是去真的吧？我觉得是。他取出来，这个，他们说的，这款应该是变成大号。小鱼塘。你如果不会站我，这儿太远了。你可以往前面站，但是我这儿站远点我撇一下。不得当。再抢。没几钱吗？我以为这个照片没保存的时候，这不要开始。啊，你们要撤了吧？主要是主要把脸都遮着了噻，这么多人去，还有晚噻。